父，你呀哈出门为自家带饭袋的哦。系啊，对上摆啊，我参加呀反驳嘅法通以后啊，我就发现其实自家带饭袋出门没冇伊难啊。自家带饭袋的很有趣，做得减少动多垃圾。系啊，还做得减少用呀塑胶袋嘅机会哦。错啊，我呀哈出题为自家带饭袋的，要开始要注意垃圾分类还有废书。真见哦呀，抌垃圾咯，真有动多地方，有时节会冇注意到。像係有條人士會規定要用專用嘅垃圾袋，我就知道按用動好呢。係啊，雖然一開始都唔慣哦，不過時間久誒就慣勢哦。我一下已經做得當自然做好垃圾分類咧。一嚟當好啊。像我哦，也總算要分清楚，呀骨頭係質。阿峰嘅老唔講哦，一下環保局嘅網站當好，都將垃圾分類寫到清楚呢。真是咯。給你本來看一下。好啊。呀，地都嘅自信真係動動呢。係啊，其實垃圾廢書沒有動到要注意嘅事情。錯啊。你看呀，藥品還有天氣都幾多廢書嘅方式呢。乜嘅？連藥嘅都有。你看呀，藥水啊，還有藥鹽，就冇用嘅處理方式。也係我第一擺聽到呢。我來研究一下。真是咯，台灣冇差都唔用。要用。講到垃圾分類吼，真經係一門動態嘅學問。唔知大家平常是有分類好勢冇啊？做唔得因為當麻煩就全部攞去丟到一般嘅垃圾，係講按呢，就真經失去了資源回收嘅意義了。所以講吼，倒貼色做唔得凊彩，學合法咪強用，基本上都要持續學會嘅，然後就記學會。溝通就冇障礙了。接下來看一下家下嘅樣片地圖有哪度詞彙了解了。第一個，垃圾，垃圾。來睇下南西煙強。T 色，意思就係垃圾。第二個。分類，分類，要注意垃圾分類，要注意垃圾分類。來睇下南西煙強。要注意垃圾分類，要注意垃圾分類。一句話意思就係要注意垃圾分類。再來，執，記得咯，注意再要合起來哦，要閉起來。廚餘，骨頭唔係執，骨頭唔係執，骨頭不是廚餘。